有400幾年中西文化交流嘅歷史精髓。而今日咧，我哋就嚟到歷史城區呢一度參觀其中一座歷史悠久嘅建築物。呢一個就係經過重修之後，現存建築面積最大嘅澳門民居建築群鄭家大屋。咁大家對鄭家大屋嘅認識究竟又有幾深呢？不如今日就由我帶大家走一趟，參觀一下位於下環街阿婆井龍頭左巷嘅鄭家大屋啊！鄭家大屋喺1869年所建成，屬於院落式嘅大宅，有廣東傳統嘅特徵，亦都混合咗西方建築嘅特色。係由當時嘅思想家鄭觀應嘅爸爸鄭文瑞所興建，後嚟鄭觀應同其他嘅兄弟陸續修建，面積亦都不斷擴大。想更加深入了解鄭家大屋，首先我哋要知道鄭觀應嘅歷史以及係佢嘅背景。鄭觀應咧係呢個香山人啊。但係咧就自己稱係世居澳門嘅，佢1842年出生。鄭觀應咧5歲咧就已經喺澳門，跟住父親咧讀私塾，因為父親亦都係私塾教師啦。咁然後大概到16歲嘅時候咧，佢曾經去考試嘅，但係落第又咁啊就去父親話：你不如去做生意啦學下。咁於是咧當時有好多人香山嘅人咧都去咗上海從商，於是咧就去咗上海咧就經商啦，咁啊從此開始咧由16歲開始，一路到佢呢個喺上海呢個80歲病逝啦，幾廿年時間都係從事實業工作。咁佢就發奮將自己呢個前半生所經歷嘅好多嘅事都係整理，都係編咗一本叫《盛世危言》嘅書。《盛世危言》咧可以講係20世紀初一本非常之流行嘅書。呢本書喺個1894年正式面世出版，一路到30年裏邊呢本書咧係中國最暢銷嘅書。咁呢個《盛世危言》咧，佢呢個係非常之全面嘅論述中國嘅呢個前景，同時一本指引中國呢個建立一個民富國強嘅咁嘅國家嘅重要綱領嘅呢個文頁。如今佔地4000平方米嘅鄭家大屋，分別設有前房區以及後房區。鄭家大屋嘅建築咧非常之有特色，令我哋有耳目一新嘅感覺。咁亦都同佢嘅文化背景一樣，令到我哋非常之着迷嘅。中國傳統建築非常之講究風水，所以大屋嘅入口一般都會有設置照壁，又或者係屏風嚟作為擋煞嘅用途。梁生啊，咁我見到身後咧有一個橫批咯，咁旁邊咧仲有一副對聯添，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咁其實咧身後面呢個橫批咧，佢寫住流月。咁其實點解要流月咧？就係同我哋前面呢個月門所互相呼應㗎。因為月門當時收翻嚟嘅時候咧，佢有啲破損啦。咁其實之後係經過逐步嘅修復，先變翻而家咁完整、咁圓嘅月門嘅啫。而月門嘅意思咧，就係因為當時古時候咧認為月亮係代表團圓嘅意思，咁我就希望咧留住個月亮咧，就代表成家人都能夠團圓嘅意思嘅。咁而隔離嘅對聯咧就係駐馬客欣容任古，報禪人上桂香濃。咁其實有咩寓意咧？就係寓意你右手邊嘅呢棵樹咧，本身就係一棵桂樹嚟嘅。咁其實之後係經過修復嘅時候咧，就將呢棵桂樹變成而家你所見到嘅桃樹咁嘅。咁另外咧，我見到上面有一連串嘅灰塑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佢哋啲圖案背後有啲咩意思啊？咁其實咧呢一個灰塑咧，咁佢全長咧就係15米，分為5個部分嘅。咁其實呢一個灰塑咧就係一個卷軸嘅形式嚟到展示嘅。咁我哋首先講下第一個第一個你會見到有一隻猴子啦。咁其實佢騎住嗰棵就係一個楓樹嚟嘅。咁其實呢個就寓意馬上封侯嘅意思。而第二個啦，你會見到有一個門啦，中間有一條龍嘅。咁其實就側邊你會見到幾條魚喺度游嚟游去。咁其實咧呢個就係解里約龍門嘅意思。去到中間啦，中間你會見到啦有好多雀仔喺棵樹上面棲息。咁其實咧呢個就係寓意喜上眉梢。
而第四個啦就係有你見到好多魚喺度游嚟游去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就係以中國人嘅年年有餘嘅意思嘅。去到最後啦，咁其實你有一個説法咧就係話主人認為前面嗰4幅都有意思，咁其實咧佢有少少俗氣，咁所以最後咧就加翻個山水圖啦，去增加翻啲詩意咁嘅。咁喺月門嘅後邊咧有一條好長嘅走廊㗎，以前嘅賓客咧嚟到月門呢一度咧就會落轎㗎啦，咁隨從咯同埋轎夫咧就會喺嗰度等候嘅，咁所以咧呢一條咧我哋亦都稱為轎道嘅噃。而要入到鄭家大屋嘅2座主房，首先要經過榮祿帝嘅門道、榮祿帝嘅牌匾，亦都説明此乃官宦之家。咁呢個榮祿帝同埋通鳳帝咧，裏面兩個牌匾咧，都係其實就表現咗一個大官員嘅身份嘅象徵。所以如果過去嘅社會咧，如果你入到啲大屋，一睇到有咩榮祿帝啊、咩通鳳帝咧，就顯然係有高官有大官去住。經過榮祿帝門道之後，我哋就會去到大宅嘅前地。而家我哋身處嘅咧就係鄭家大屋廣闊前院，咁喺我右手邊嘅咧就係鄭家大屋嘅主要建築群，咁左手邊呢邊咧就係經過重修之後嘅瓦花圍牆嚟㗎，咁由此可見咧呢一度咧係當時咧鄭氏族人嘅主要戶外活動空間嚟㗎。鄭家大屋主建築分為2座傳統廣東式住宅，分別為餘慶堂以及係積善堂。餘慶堂係鄭氏家族嘅主體建築，入口係傳統嘅廣東式凹門斗做法，門口分別掛有通鳳帝嘅牌匾，而兩側嘅對聯亦都相當富有含義。呢個對聯咧係前迎鏡海，後枕連峰，呢個係好有氣派、好有氣勢嘅，亦都表現咗呢個不但止係呢個大屋嘅呢個坐向嘅形勢嘅方面非常之好啦。而事實上咧，過去呢一片地方咧前面係海嚟嘅，所以就前迎鏡海。鏡海原來係澳門最早嘅呢個地名之一。後枕連峰，一個連峰山即係有靠山面海呢種嘅格局咁嘅形態咧，係起屋嚟講係非常之好。上到嚟餘慶堂呢一度咧，我見到啲柱上面刻住咗鄭家嘅處世訓言噃，咁亦都見到呢個橫梁寫住咗餘慶嘅。咁餘慶咧其實係鄭觀應嘅爸爸鄭文瑞嘅堂號嚟㗎，説明咗呢一度咧係鄭家大屋嘅主屋嚟嘅。梁生一上到嚟餘慶堂咧，最吸引我嘅咧就係眼前呢一幅嘅彩繪啊！咁但係呢幅彩繪咧有冇啲咩意思喺入邊㗎？咁其實咧，餘慶堂嘅彩繪咧，大部分都係中國24孝故事嚟做一個串聯嘅。咁其實我哋眼前呢一幅咧，就叫做戲彩餘親。今日當時文化局收翻鄭家大屋嘅時候啦，呢啲彩繪咧已經係模糊甚至係破損嘅情況非常之嚴重。咁其實之後咧係根據一啲歷史同埋或者一啲口述歷史咧去做逐步嘅修補，而途中咧更加經過一啲消毒拆釘，咁先至可以描繪翻出嚟㗎。而之後咧，你會行近啲，你都會見到一啲破損嘅情況。咁其實咧，呢啲破損嘅情況咧，係因為文化局修復嘅時候，希望將佢本身嘅原貌展現翻俾大家睇，所以咧而家會見到啲破損嘅情況亦都不足為奇嘅。積善堂係由鄭觀應兄弟所興建，裡面都係2進3間嘅建築形式，但裡面嘅裝飾就比餘慶堂少。積善堂同餘慶堂嘅建築都比較相似㗎，一樣係有前廳以及係後廳嘅。咁2廳中間咧仲會有天井嘅，天井對佢哋嚟講有住通風以及係採光嘅作用。穿過餘慶堂同埋積善堂，我哋可以嚟到大屋嘅內院。我哋入到4方形嘅內院，係由一條 L 型迴廊以及2座房屋嘅外牆圍合而成。迴廊一共有2層高，四周嘅環境非常之舒適。而內院當中亦都有好多融合咗中西文化特色嘅地方。
因為其實當我哋入到嚟內院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發覺呢度係好多中西特色嘅交融嘅地方嘅喎。咁例如咧，我哋身後面就有月門啦，同埋佢左右兩邊咧就有一個葫蘆形嘅窗洞。而最特別嘅中式結構咧，就係左手邊嘅呢個蠔殼窗啦。咁蠔殼窗咧，因為當時澳門仲係一個小漁村啦，咁佢比較盛產啲海產嘅。咁有一種海產叫日月貝，佢嘅形狀咧就比較扁平啦。而當時嘅居民咧就將佢壓平，然之後做成呢個蠔殼窗。咁呢個蠔殼窗有咩特色又或者有咩好處咧？咁佢其實咧一嚟啦，佢比較透光啦；二嚟亦都比較美觀嘅。咁而講完中式啦，就到西式噶咯喎。西式咧，除咗我哋左手邊嘅百葉窗之外咧，咁其實最特別就係去水渠啦。去水渠其實係一個西式嘅建築結構嚟嘅。咁當陣時咧就運用喺鄭家大屋入面，而且佢採用咗一個中式嘅竹子嘅形狀去做呢個去水渠。要捕捉鄭家大屋嘅風貌確實唔容易，尋找佢嘅魅力所在，必須追溯到佢嘅從前歷史，當中包括古老嘅記憶以及所有嘅事物。咁其實文化局當初修復鄭家大屋咧，主要係用咗呢個守舊如舊嘅方法去修復翻鄭家大屋㗎。咁其實守舊如舊咧，即係將鄭家大屋嘅基本格局保存起嚟，甚至用翻原材料去修復翻鄭家大屋嘅結構。咁呢個就叫做守舊如舊啦。咁其實點解鄭家大屋要用8年嘅時間去修復咧？咁其實佢主要嘅難度係因為佢冇文獻啦，冇資料可以去考究，只可以從附近嘅居民啦，甚至係當時住喺度嘅居民啦，去同佢哋嘅口述歷史，去逐步修復翻鄭家大屋嘅原貌。咁其實咧，因為鄭家大屋嘅修復嘅困難啦，咁佢當時係經過咗啲拆釘啊、消毒啊，甚至係描繪翻，逐步形成我哋而家所見到嘅鄭家大屋嘅面貌。咁所以咧，文化局總共係喺01年去到09年，總共用咗8年嘅時間，先至可以將鄭家大屋完整咁樣修復翻出嚟嘅。要將舊有嘅建築起死回生，當然唔可以缺少嘅就係活化。其實文化局自從開放翻鄭家大屋俾公眾參觀之後咧，佢做咗好多唔同嘅設施咧，去活化鄭家大屋㗎。例如咧，佢增加咗一個鄭家大屋嘅禮品店啦，同埋增加咗鄭家大屋嘅導賞服務。咁其實呢啲設施咧，亦都吸引咗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遊客嚟到鄭家大屋參觀嘅。今日之後咧，佢文化局仲增設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文化活動，例如茶藝表演啊，甚至係舞龍舞獅表演等等。咁呢啲除咗吸引咗外地嘅遊客嚟參觀之外咧，亦都吸引咗澳門本地嘅遊客嚟到呢度參觀嘅喎。咁其實我覺得啦，澳門嘅歷史同埋澳門嘅世遺應該從小就灌輸俾小朋友知，令到佢哋有一個對澳門嘅歸屬感。咁澳門嘅歷史同澳門嘅文化咧，先至可以薪火相傳咁傳授落去嘅。經過詳細嘅介紹之後，相信大家對鄭家大屋都有更深嘅認識啦。大家空閒嘅時候，亦不妨嚟到鄭家大屋呢度感受一下悠閒嘅氣息啊！